3月22日是世界水资源日，早起有环保团体是针对3月初1开始，动营的场所若无设太过水的处理设施哦，就要处罚。伊是呼吁讲，政府应该先辅导这农用场所合法化，再个进一步来管理溪查废水。 鹿营风气真是行，伫山顶鹿营风景好，空气好。不过鹿营区的生活用水，若是直接排到河川，时间若久，山顶的水源头长期受污染，会影响民生用水。根据县公署今年2月统计，全国有1906个鹿营场，伫水污染管制区大约有1800多个，其中合法的敢若137个。 拜二，有环保团体表示，目前大部分的农业场拢无合法。虽望环境部有公布，对3月开始，农业场所要设立污水处理设施，若无会裁罚。不过，环团认为，伫大部分农业场拢无合法的这款情形下，地方政府会真恶执法。如果他要管制的话，一定是要先让所有的露营场大部分都要先纳管。 然后纳管完了以后，他才能针对这些所有纳管的统一去做稽查、查核的动作。环团认为，上重要的问题是县公署要安怎提高路营场合法比例，才通进一步要求环境部、地方政府来执行水污染的管理。因为目前台湾有各种大小类型路营场拢无法度符合路营场管理要点的规范来申请合法。 县公署是表示，有关环境部为着要保护环境安全，避免水污染的情形发生，已经将农业场纳入管理。若是违反规定的情形，会依法规处罚。相关执法标准的调整以环境部为主。这个污水的排放，还有合格的露营场的污水排放，都要进行抽查、稽查，然后要公布，而且要重罚，这样子才能够遏制不法的排放。 环团表示，全台将近98%农业场设置水污染管制区，其中敢若7.3%合法。尤其南投苗栗县农业场拢超过400间，烦恼当地水源区的水质会受农业区的污水影响。环团表示，3月22日就是世界水资源日，希望大家同齐重视水质保护，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负起执法的责任。记者梁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